最後連想講出感覺亦怕很無聊，存在亦變得多麼少。誰會喜歡聽我吐苦水？想要的如何爭取？是一口拒絕到底有沒有罪？重複的自問，還是覺得等一等死不去。等待耗盡到幾多歲？留住笑面結果像裡面粉碎。來到這種感覺太唏噓，連面對自己也開始想潑冷水。唯一的願望提示我不要活成自己討厭的模樣，無論什麼不對，忘掉心底總有暖風吹。不要好為何不溫柔擠開，來苦心自問，仍能如孩子笑着睡，能量已盡毫不反對，期望有份美好不會失去。希望咧，每一位嘅你哋啦，都不會活成自己討厭的模樣。多謝你哋。收到晒，我哋再次。